第20課香港話課文。你識唔識講廣州話？我嚟香港之前喺廣州做過嘢，所以識講。其實喺香港都有好多人講唔正本地話㗎，啲外省人要講得好標準就好難㗎喇。就算係廣東人，老一輩嗰啲講慣自己啲鄉下話，口音都好難改。我初嚟香港嗰陣，覺得香港人講嘅廣州話好似係另一種話咁，同廣州嘅硬係唔多一樣。香港人講嘅節奏快啲，聲調、語調都有啲唔同。不過主要都係用詞嘅問題。廣州話嘅詞語好多都跟咗普通話，好似上班、打球就係啦。你哋都係講返工、打波。係啊，香港人講嘢成日都中西合璧，好多英文詞語都粵語化。香港人用慣晒就唔多用原來嘅中文詞，好似尺碼就講 size， 後備就講士啤。有好多詞係表示新嘅事物，好似電子貨幣、鐳射影碟，呢啲詞當初都唔知係乜。呢啲嘢第二度嚟嘅人唔識，就算係我哋父母嗰輩，都一樣係唔識㗎咋。就連寫字樓、遊船河，仲有乜嘢打機、打寶，呢啲詞以前喺廣州都唔會用到。好多香港詞語都慢慢傳入咗內地。而家傳播渠道多，喺內地好多人都會識返啲香港詞語。香港詞語有啲都會納入規範，變成共同語嘅一部分，好似爆棚、代溝咁，喺有啲新出版嘅詞典度都可以查得到。重點詞彙：識，講唔正，硬係，成日，用慣晒，唔多，第二度，電子貨幣，鐳射影碟，寫字樓，遊船河，打機，打寶，爆棚，代溝。補充語彙：詞語：廣州話、上海話、福建話、潮州話、中英夾雜、半唐番、母語、重英輕中、移民、官方語言。句子：現代粵語有兩個代表方言，一個係廣州話，一個係香港話，兩者互通程度幾高下。但係你一開口，人哋即刻知道你係乜水打乜水，走唔甩㗎。短文朗讀。喺香港，大多數人講嘅係廣州話，又即係粵語。不過，一般人都話自己講嘅係廣東話。廣東話其實應該係包括晒廣東省之內嘅嗰啲地方方言，譬如東莞話、汕頭話、台山話、順德話咁。我哋父母嗰輩，好多以前喺鄉下講慣鄉下話，就算嚟咗香港幾廿年，啲口音都好難改。外省人講粵語要講得正，都係好唔容易。好多外地人啱啱嚟到香港，
都話好似去到另一個世界，語言完全唔可以溝通。就算係廣州人都會有啲唔習慣。香港人講嘢鍾意中西合璧，又講得快，要好用心至聽得明。